欢迎来到2022年12月24号三峡基督长老教会的圣诞福音市集。我们今年特别办这样市集，除了是要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很可能我们今年是在这个地方最后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底下来举行这样的圣诞节的活动。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一个记忆，有一个新的盼望在这里。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来了解三峡教会，来了解我们的历史，也了解马偕博士在1876年在这个地方所建立的这个信仰的一个中心。欢迎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是2022年12月24號。今日的經文是詩篇96篇，以賽亞書第9章第2節到第7節，提多書第2章11節到14節，路加福音第2章第1節到14節。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大光。咱人類的電火發明會通講是安尼進步了非常的緊。佇咱所知影油燈這個電火布日光燈、水銀燈、汽車的燈也漸漸來調細佮強，有迄種鹵斯燈等等。後來就開始思考再生能源，所以開始都有省電的電火布出現。上新的電火就是受到1961年開始伫美國德州的儀器公司發明的這個砷化鎵甲半導體結合。93年，日本的中村修二將這個煤加入去，發明商業價值的這種會當發光的這個 LED。伊了後 LED 的燈的發展更較是緊，愈來體積愈細，發光會愈強。並且開始有這個設計的變化，應用愈來愈快，上重要是更較省電，袂產生這個熱能，效能更較好，效果更較好，壽命更較長。但是因為伊必須要經過變電的這個過程，所以伊的這個價錢較懸。現在電視的銀幕嘛，採用一種叫做 OLED 的技術。電腦發明會通講是改變濟生活的模式。佇前幾天也甲特別分享到現代建築物佇暗時攏會拍燈，為着要吸引人的眼目，所採用的就是這類的燈具。暗暝拍電火，當然就是要愛互黑暗的人會通看見。但是現在思維已經對過去已經無共款。對早期的這個燈光的時間，就是講可能親像有照白暗暝的照射，無閣再是一種。敢若要佇暗時有光的時刻來聽，是要愛為着要互看見，看得更較清楚廣告的效果。台灣有一個真趣味的現象，但是毋是好的現象，就是咱看到迄個店頭的廣告看板，一個比一個較突出。原因就是講無想要愛互家己的看板。受別人的看板炸掉，對這市容來講是非常的負面啦吼。
圣经中间所讲的大光，是为着要爱互人看见茫，毋是迄种互即个点头，迄种互人看见迄种的茫。黑暗甲光明是代表生活的境况的一个真大的对比。黑暗代表着生活的困境，需要被帮助的境况；光明代表着是一个茫、意志、宽宁。这是对伫天顶上帝来的恩典。伫圣诞的福音内底，咱所传的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降生所享受救恩甲茫。以赛亚先知安尼有言：生活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伊往倒伫死荫的地的人，现在有光咧照因。上主啊，你享受因有极大的喜乐，你增加因的欢喜，因的喜乐就亲像人伫收割农作物，亲像人咧分享赠礼品。因为你已经来拍碎因的锁链，降断抽拍因的这边啊，降断压迫者的棍啊，亲像你过去来拍碎美甸的军队共款，侵略的染满着火的战衫，拢要叫火烧掉。这是上帝所享受要来拍破粉碎人心肠的锁链，为着要解救人脱离因的困境，并且这个人拢是受压迫的境况下面，需要迄种外力的介入。这个外力就是上帝的大光，是透过一个婴仔。以赛亚又佮讲，有一个婴仔为着阮出世，有一个囝将来要享受阮，伊要来统治阮，伊要称作奇妙的老师，全能的上帝，永远的老爸，和平的君王。伊的王权要继续来增长，伊的王国永远享受和平。伊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伊用公平正义来统治的基础。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愿意要成就这一切。先知有言将来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就是大光。伊会降生成做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提勒书安尼讲。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个恩典训练阮弃绝无敬虔的行为，甲俗世的私欲，伫世上过着自主、正直、敬虔的生活。等待阮所茫的迄个得到恩典的日子的来临。迄个时阵，至尊的上帝甲阮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来显现。基督为着阮献上家己，救赎阮脱离一切的邪恶，互阮成做伊纯洁的子民，拢归属伫伊，热心行善。路加福音第2章记载着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就代表着遐个无望受人排斥的黑暗旷野中间，忽然间有天使甲天军出现，伫黑暗中带来大光。因宣告讲：毋免惊，我有好消息甲恁讲。这个消息是要带互万民极大的喜乐。今日伫台北的城。恁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出世啊！恁会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的，倒伫马做呢？迄就是要互恁做记号的。迄个互布包的婴仔
成就一群社会边缘人的大光。因的愿望虽然伫黑暗中，忽然间看见安尼的大光，因心内会惊吓。但是天使甲天君就甲因讲，愿荣耀归伫至高的上帝，愿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今日是咱来纪念上帝所赏赐咱的大光。迄个光永远拢要伫咧，迄个光要将平安赏赐互咱，只要咱愿意接纳，并且成做上帝的同工。感谢主赏赐黑暗的世界一切愿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的大光，互痴迷的看见，互臭耳的听见，互绝望中的人有愿望。感谢耶稣。感谢上帝，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